減脂蛋白質點食呢？避開呢3個常見誤區，瘦得更快。我幫助咗超過300位學員增肌減脂嘅經驗同你分享，呢3個必勝嘅減脂思路呢，一定幫到你，記得睇到最後啦。Hello， 歡迎返嚟 Feel Well 嘅 YouTube Channel， 我係 Beryl， 呢個 channel 係教人健康食住減肥同埋兼職創業嘅。減肥淨係可以食白烚雞胸？大錯特錯啦！呢3個攝取蛋白質嘅誤區咧，會令你越減越難瘦嘅喎。誤區1，淨係食動物蛋白，忽略植物蛋白。好多人咧以為淨係得肉先係蛋白質啦，其實咧優質蛋白咧有2類㗎。第一種動物蛋白可以揀魚、蝦、雞蛋、低脂嘅魚製品同埋三文魚，入面咧有 Omega 3可以幫你抗炎㗎。植物蛋白咧就有豆腐、鷹嘴豆呢啲，大豆異黃酮咧係可以幫我哋調節我哋嘅激素平衡㗎。哈佛有研究發現咧，用植物蛋白代替部分嘅紅肉，心血管嘅疾病風險咧可以降低14%㗎。所以喺日常生活入面咧，唔單止可以食肉啦，你亦都可以選擇頭先講嘅豆類啦或者豆腐去代替一部分㗎。誤區2，蛋白質總量食太少。經常咧有朋友喺我哋1對1諮詢嘅時候咧就講啦，我一日都食咗幾隻蛋㗎咯，應該食得夠蛋白質啦啩。事實上咧，每人所需要嘅蛋白質咧都唔一樣，而且咧你係比你所想象嘅要更多嘅蛋白質㗎。正確嘅計算公式係咁樣嘅，將你嘅體重 kg 乘 1.2 至 1.6。舉個例子，一個55 kg 嘅女仔啦，每日就需要66至88克嘅蛋白質。咁舉一個常見食物嘅例子，等大家有個參考啦。例如話，我呢一餐食咗2隻雞蛋加1盒無糖乳酪，咁嘅話咧就大概20克蛋白質。下一餐咧食咗85 gram 嘅雞胸肉啦，同埋100 gram 豆腐，咁就有57克蛋白質。200 gram 嘅魚肉加50 gram 嘅藜麥，就有46克嘅蛋白質啦。所以咧，你咁樣去分配每一餐都要有充足嘅蛋白質咧，你就可以食飽飽啦，又可以食到充足嘅蛋白質啦。第3個常見誤區就係蛋白質分配唔合理啦，即係點咧？好似頭先講到啦，我身體要食80幾克蛋白質，咁我一餐就食10嚿肉，咁我可以夠數咯。但係其實咧，我哋個腸胃咧個吸收率係有限㗎，即係例如你叉手機電咁樣啦，你係咪叉12個鐘咁你就要1200% 嘅電咧？其實一定唔係㗎嘛，我哋個腸胃都係一樣，咁我哋需要咧去分段分餐咁樣吸收，先至會有效率㗎。如果唔係咧，你一餐食晒全日所需嘅蛋白質咧，其實你都只能夠吸收到大概30克或者30幾克嘅蛋白質㗎咋。咁咧科學分配你可以記住3個黃金時間。第一，早餐，朝頭早嘅時候食有蛋白質嘅食物，可以咧激活我哋嘅代謝。第二就係做完運動之後食啦，可以修復肌肉，防止流失，去建立一啲靚嘅肌肉。所以運動後嘅優質蛋白質好重要。第三，瞓覺前食，夜間肌肉合成嘅效率咧可以提高40%㗎。有一個小貼士啦，就係運動後嘅蛋白質補充，建議咧係要用粉狀嘅，即係所謂傳說中嘅蛋白粉。咁我自己咧就無論早餐啦定係運動後都會有蛋白粉嘅，只不過2款咧，一款係植物蛋白，一款咧就係幾種蛋白嘅 mix 啦。點解粉狀會比較理想啲咧？因為係易吸收，運動後嘅30分鐘咧係黃金嘅蛋白質補充期，所以咧粉狀嘅話令我哋腸胃去省卻咗去 blend 爛佢啦，去攪碎佢嘅過程，所以咧你嘅吸收率就會提高。咁吸收率提高啲咧，你建立靚肌肉嘅效率就會高啲啦。最後咧有2個冷知識分享俾大家。第一咧就係好多朋友咧擔心食蛋白粉會唔會搞到個腎有事啊，會唔會有病啊等等啊。其實咧，只要你唔好每日超過咗每公斤2克嘅蛋白質，就唔會超量噶啦。第二就係加工肉啦，譬如香腸啊、午餐肉啊呢啲咧，唔好計係肉類，因為佢哋有亞硝酸鹽，而且入面嘅蛋白質咧都係比較劣質啦，就抵消咗啲好處。仲有咧就係魚蛋啊、燒賣啊、牛肉丸啊呢一啲嘅丸類咧，都添加咗好多嘅調味料加澱粉質，都會令我哋水腫啦，甚至乎咧入面真正嘅肉咧係含量極低，所以咧千祈唔好當佢蛋白質咁食啊。如果你想有私人定製嘅減脂計劃，可以了解我哋嘅 program， 我哋咧會根據你嘅身體健康狀況同埋目標，度身訂製屬於你嘅減脂方案，確保你可以咧由內而外健康咁樣改變，而且係健康減脂肪唔反彈，平均每個月咧減走5至9磅，輕輕鬆鬆。歡迎可以喺影片嘅下方咧 click 入我哋嘅網站了解多啲，或者 WhatsApp 聯絡我預約一個免費嘅諮詢及體質分析。最後提你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， 我會隔周更新同大家分享更多幫到大家嘅小貼士㗎。我哋下段片再見，拜拜。